会遐敖啊？地到体又搁生查甫哦，恭喜恭喜呢，有够敖的啦！哈哈，大后生号做启东，这个就号做启峰，对，就是启峰。想袂到过无偌久，有一天阿伯雄甲阿爸讲：恁兜出2条番薯的哦。哦，2条番薯安怎讲？你用华语念看卖咧。韩启东、韩启峰、韩启，2字念起来毋是叫做韩字的哦。啊，是就对啊，哪会遐拄好？2条番薯无毋对哦。无毋对，毋望这2条番薯仔囝碰大，一世人毋惊风吹甲雨拍，有土就会当顾生拖。2个小弟去学校读册，真正互人叫番薯的，连第4查某囝番薯嘛互人叫番薯的。第5个韩婉，我本人，种这拢甲阮叫韩万的。去学校读册了后，同学嘛是叫阮韩万的。若第6个韩丸，大家拢叫伊肉丸的。全家大家拢有外号片名就对啦。头个啊，灶骹的技术夫伫要无安呢？哦，好啦，稍等咧，我再去载一车转来。迄时阵，雅树路还袂时行，家户户煮饭拢是兄走。阿爸3不5时就搭3轮车去山马巷不技术夫转来兄，煮饭、炒菜、兄滚水，逐项拢爱用着。哎呦喂啊！有一摆，阿爸搭3轮车要去载技术夫，伫路口互一台乌多摆弄着，骹受伤，袂当搭3轮车。肉丸的就家己一个人搭3轮车去本2地技术夫转来，因某无法，就甲3轮车沿天去，才搁看啊，甲迄2地技术夫拎入去灶骹。厝边看到，拢学了讲，实在有够敖的啦！才读国校5年尔，遮尔细汉就会顶因老爸做大人的工课，实在真乖哦。阿伯嘛定甲阿爸讲，恁兜哦，自细汉到大，第5个骹手慢钝，阁袂晓做工课。若第6个肉丸呢，若气力大，骹手阁猛，阁真敖做工课。真正是无输查甫囡仔啦！阮厝后有一窟番薯田，番薯大到栽。收成的时，阮这阵囡仔就会赶家钱仔去捡番薯仔囝。妈完呢？你敢有捡着？我拢捡无呢。我嘛刚若捡着一撮尔，一定拢去互隔壁囡仔捡了的啦。安尼要安怎？转去一定无够一个人食一条啦。妈完呢？你咧创啥？你咧甲人偷我番薯哦？这几条大条的有够咱本咯，行，紧来转。妈完呢？袂使啦！你若互阿母知影，会互伊讲死啦。无人看到，你还莫讲着，无人知影啦。你摕遐济番薯转去，连咪嘛互人长着。等下你就知啦。阮这个肉丸呢是骨力兼顾家，惊转去番薯无够食，趁田主无注意的时，偷摕3条大条番薯，紧走转来厝。为厝后甲番薯等入去厝内，结果好死毋死。遐个鸡仔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妈完呢？系啊啦，咱兜的家某今仔日去互你等的番薯牵一个死翘翘啊啦！哪会遐尼拄好？妈完呢？你倒位来的番薯？我这头凉，
一世人阔巧，你就是偷摕人的番薯。天公伯啊，毋则会甲咱兜的家某家囝拢收收去啦！你是安怎拢毋听话？若无讲互你听，你拢袂乖。我唔敢啦！你莫走，你搞过来！卖啦，讲着足痛呢。阿母也找啊，要讲肉丸呢，伊走足紧的，互阿母约。阿母千约嘛约袂着。我看你外敖走，你着拢莫转来。若转来吼，我则讲互你死。落尾，伊走去路边等阿爸，甲阿爸师奶，才搁缀阿爸转来厝。想袂到阿母若无甲肉丸的讲，还搁真好声扫讲。恁爸仔囝转来啊哦，饭菜拢恁去啊，我紧来去糖后烧，通互恁食吼。阿母毋是袂记得迄项代志，其实伊是一个嘴硬、心肝软、搁诚惜囝的人。因为囡仔济，经济无好，所以教囡仔伫外口，莫会逐项甲人比拼，嘛教囡仔做人做事爱较吞忍、较让人咧。恁袂使去甲人冤家相拍哦，互人拍袂减一块肉，互人骗会食会困，甲人骗袂食袂困，圆人会变，变人会圆，恁知无？细汉的时，阮有一领足水的洋装，迄领洋装是天主教美元的，阮足爱穿，定定穿出去颠簸，随忙穿甲破一大坑啊！阮嘛是毋甘等遐角。后来阿母甲洋装补补天天咧，阮着搁穿出去耍咯。啊，去食囡仔，穿破衫。你讲啥人是去食囡仔？啥人穿破衫就是去食囡仔啊？哼，你若无水衫通穿，恁才是去食囡仔咧。你讲啥？去食囡仔，欠拍哦！捡着头家伊捡啦，紧来啦！恁啥啦？哎哟，足痛的啦！当大家为我来拍阮，搁叫阮去食囡仔的时，阮袂堪入去，就出手甲一个囡仔杀倒。看人咧哭，阮惊甲紧走转来厝里避起来。无偌久，咱就找到厝里来投咯。伊啊，伊甲我车倒的啦！你甲看啦，恁蛤蟆咧，甲阮车一个较切破皮，你落血啊啦！啊，歹势，我来摕红药膏甲伊抹一个吼。免啦，红药膏阮兜有诶啦。恁蛤蟆咧，着小教一个，毋通安尼赤白白。若无后摆无人敢喊伊耍啊啦！你是安怎甲人冤家啊？是啥物人去食囡仔，要捡石头甲阮捡呢？相拍就是毋对，人拢投来到厝内啊，有够见笑的呢！你紧甲人回失礼啦！我无爱啦，是伊啥物人的呢？是安怎我爱甲伊回失礼？你讲袂听？我无爱啦！我无毋对啊！我无爱甲伊回失礼！阿母无分三两，毋管阮安怎解说，伊嘛是拍囡仔互人看。阮若下口啊缀死囝，有口难言，干若徛伫壁骹边，一直吼，一直吼。好啊，小教是一个就好啊。你嘛共款啦，你的皮甲我地较红呢。行啦，转来去膏药啊啦。歹势啦！人转去啊啦！你紧起来抹药啊！足痛的心，叔，阿母唔甘，你唔通搁哭啦！